来看宜兰县11月份开始掠麻仔哦，渔民会伫半暝去海林湖，因为真一阵有风台，最近阁有东北季风，海边啊是有真侪水流茶甲粪扫，互渔民是真困扰。县政府是表示讲，爱个一礼拜哦，才法度甲海边啊粪扫拢变互清气。宜兰沿海的海沙坡全是水流茶甲粪扫。 这拢是前一阵啊，风台和东北季风强迫效应的大水河影响，溪水甲山区的水流茶甲粪扫冲来海口的沙坡顶。怪手直直咧清运，因为早月就是麻仔季，真侪讨海人伫海沙坡大埔旁半暝就落海掠麻仔。不过讨海人伫斗讲，这个水流茶甲粪扫严重影响因的作业，暗暝看无清楚，落海的时候唔会去滑倒，鱼网啊嘛有可能会去互刮破。那我们下海会不会？ 可能卡到网子啊什么？会偶尔会偶尔会。对啊，那个还是清掉比较好啦。对对对。有啦，就是无方便出去袂滑倒，会晓时啊漂流啊，而且踢到会滑倒。后礼拜恐惊有风台来影响气候，县政府目前的清除作业有过一礼拜才当清完，有一寡讨海人心内真不安。希望讲伫10天内当甲做一个适度的清理啊，互咱伫这个掠麻期啊。 互咱这乡亲大家当顺利来做一个掠麻咧。那大概一些重点的地点的部分，我们会尽快把它处理完成。那还给这个海岸一个干净的环境，这样。县政府讲，31日就有去整理沿海海岸，已经先甲重点的区域整理好势，会赶紧作业，希望尽速甲海岸变清气，方便渔民的作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